关系到病人权益再生医疗法草案，伫顶一届立法院会期无通过哦，这会期会搁再审。今仔早起，卫生福利部嘛伫立法院报告，也毋过有在野党的立委是指出讲，原本的版本哦问题是真侪，亲像会当毋免做3期临床试验，这毋若甲病人当作是白鸟鼠，嘛违反医学伦理。也毋过，卫生福利部部长施瑞元是强调讲，新的版本已经有修正，嘛伫顶个月20搁送行政院审查咯。关系病人重大权益的再生医疗法草案加再生医疗制条例草案，俗称再生医疗商法，伫立法院顶一个会期冲关失败，这会期搁要重来。毋过有立委质疑，卫福部顶一摆版本，互真侪专家学者批评，卡不到上百万的自费细胞治疗，竟然因无经过3期人体临床试验，恐惊互病人真做白鸟鼠，要求新版本应搁修正。你缺乏2期、3期哦，这搞不好连第1期都不是哈。请问这个做法最后谁来负责医疗品质跟这个法律责任呢？这个完全是违背医学伦理，罔顾病人权益啊！这一次我们这现在正在行政院审议的版本，我们把这一个已经修正了。另外，由立委烦恼再生医疗市场上机无限，已经部分医美诊所刊登细胞治疗回春者违规的广告，要求卫福部应该赶紧立法，才能阻止再生医疗广告的乱象。未来会不会因为这个法广告乱象丛生、过度膨胀，误导了这个病人？这个在我们的草案里面有。卫福部长施瑞元强调，新生生医科技发展正紧，加速推动再生医疗商法有伊的必要性。为医疗执行这一边，这一边，细胞设备这一边全面乐观。毋过因为立法院顶一个会期无通过，这个会期无搁促审，新版草案已经伫3月20报请行政院来审查，搁依照行政院审查议程来办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